老板，这是那个后面那个马克后台。高考前夜，我巧克力被偷吃了，你们觉得？然后这是用户分析，都已经实现了。获客系统和我那块是对接的，然后营销这里可以拉人提款，然后通过这块拉人可以发放那个优惠券进行折扣，这块是完成的。然后看那个也是都实现了，用户管理、支付、举报、广告、发布、社交、文件都已经实现了，这也是后台都实现了。